要認識到香港同內地共同發展嘅必然性同埋必要性。我喺過去10個月多次到訪內地推進合作，有咩必要呢？哈哈，謎底已經解開，答案就喺呢度。流放港人返大陸，秘密香港園大踢爆。我哋又攞到一份政府物件，嗱，呢份嘢呢，舊年11月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按 CY 要求嚟寫㗎，揭露政府計劃緊喺大陸租地起香港園，初步選址喺廣州南沙同珠海橫琴，分別佔地50到100公里同5公里，最少租到2047年。計劃發展用地多嘅產業啊，好似高科技啊、電影城啊、循環再造啊同骨灰龕咁啦，仲暗示會整個離岸溝廠買下港貨傷發大陸人㗎。至大單係CY諗住起公屋、退休人士設施同安老中心啊嘛，政府評估過噶啦，鄰近公屋同養老服務嘅人會歡迎措施，亦都估計會有人質疑係想烹弱勢社群翻大陸，騰翻香港啲地俾大財團起豪宅啊！認為要香港人受呢，園入邊要有同香港水平差唔多嘅設施、教育、醫療同福利，仲要有香港稅制同法律。成壇嘢如果用公帑，就會俾立法會同政府機關審查，所以建議由港資財團出手向大陸租地，政府只係推動，企圖繞過立法會，估計成壇嘢涉及數以千億計嘅利益㗎。同嗰啲長者講，你話香港啊，等18年啦咁啊，上邊聽日可以去咯，咁你其實你真係逼佢去啫。男神就話方案要大量社會討論，覺得天水圍都搞唔好，好難俾香港人信心喎。信心呢家嘢咧好易有嘅啫，我哋一早為CY準備咗個廣告，睇完啲信心就翻晒嚟噶啦。望下山，望下灣，大家先行，橫琴綠化，南沙嬉戲，做公屋骨灰地，氣大個摩啊益鄉里，退休去香港園，香港園掟走你送走你，出街冇銀就返大陸，大家開心養老快啲去，包你一定激死。